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测试透早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宣布台积电会在美国增加投资上无美金1000亿。国防部长郭立雄分析，该防军目前也无两车作战的反台能力，也认为美国会放弃印太地区，台美有共同利益，以期台海和平稳定。美国方面，初三正式川下令暂停对乌克兰所有军事援助，而且甲泽连斯基的施压力头是搁再加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伫咧台湾时间初4透早，伫咧美国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也个美国的商务部长做伙来举行着联合记者会，宣布台积电会伫咧美国增加投资上无美金1000亿，伫咧亚利桑那州呢，搁再打造3座的晶圆厂，也个2座先进封测厂和研发中心。川用世界上上强大公司来形容台积电，也讲到若准这台湾未来有代志，对美国会造成真大影响。For those of you that are into that world, you would say, "Wow, he's a legend," but he is a legend. 川普口中的业界传奇，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台北时间初4透早，甲川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同齐伫美国白宫召开记者会，宣布台积电会搁投资至少1000亿美金，也都是新台币3.3兆，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新的晶圆厂。So we are now very happy to announce we are going to invest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 addition to our current $65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We are going to build 3 more new fabs after we promised 3 fabs already, and another 2 very advanced packaging fab, and most important, R&D center. And we'll create thousands of jobs, many thousands of jobs, and they're high-paying jobs. In total, today's announcement brings Taiwan semiconductor investments to about $165 billion they've started already. 川普2月18日都宣布会对汽车、药品、半导体等外国产业扣至少25%关税，这也使得台积电宣布的1000亿美金投资特别受到注意。川普也伫记者会明白表示，只要伫美国生产，就袂对台积电扣税。This is exactly what Mr. Wei is doing by building here. Otherwise, they'll build, if they did them in Taiwan to send them here, they'll have 25% or 30% or 50% or whatever the number may be someday. It'll go only up. But by doing it here, he has no tariff, so he's way ahead of the game. 除了创造美国就业，半导体对 AI 自动驾驶甲先进制造等领域真重要。川普表示，伊将会坚持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嘛无袂记咧俄罗台积电是世界上上强大的公司。This is a tremendous move by the most powerful company in the world. It's a matter of economic security. It's also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for us. 未来美国伫全球的晶片产能有希望为零提悬到40%。当现场有记者问到，伫美国生产高阶晶片，敢是会当伫中国封锁，还是对台采取行动的时，减少对美国晶片的冲击？川普是安尼回答。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t's a great question, actually, but this would certainly, I can't say minimize. T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obviously, but it will at least give us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in this 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we would have a very big part of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with Taiwan. 目前亚利桑那州红红峡第1座台积电工厂已经有3000名员工，生产先进制程4奈米晶片。台积电的新闻稿也指出，这项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除了创造数万的就业机会，也有希望使美国未来10年伫5G、6G 甲 AI 领域徛上领导地位。公司新闻王如云编译。台积电即摆已经宣布要投资美国上1000亿的这美金啊！总统府是表示讲，政府呢会把这上届先进的制程留伫台湾。行政院长杜英泰伫立法院也强调，无论这产业是安怎进行全球的布局，这均拢会留伫咱台湾，是政府和产业界共同的立场。经济部长郭志辉也挂保证，讲明年呢这2奈米和1.6奈米的先进制程会伫咧美国生产。
台积电扩大伫美国设厂，增加投资美国千亿美金，引起关心。美国总统川普讲，这件投资案，让美国伫晶片产业有优势。佮强调，若是台湾有代志，美国就会当发挥重大影响力。不过，外界烦恼，恐惊互台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降低。总统府测试回应，事先已经有充分掌握，政府立场是必须有助咱国产业的全球布局，不过会将上先进的制程留伫台湾。当台积电申请赴美国投资设厂，政府会做好协助与把关的工作，确保台积电在扩大赴美投资的同时，也会将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行政院倒英台到立法院备询，讲台积电投资案会当创造互惠共赢。不过，朝野立委提出产业变少的忧虑，恐惊产生国安问题。国民党瓜子温度之际，何国新山雪变半冰山，台湾适顿下肉，咱的条件还剩偌济？似乎是我们的细盾已经被削弱了。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之前在这里跟委员答复的时候，我说过，我们希望达到4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台湾在这个制造领先的地位不会改变，那这个也是民主供应链的形成的一部分。当然，也配合着我们跟美国持续加强成长各种投资以及合作的必要的一个政策。倒英台表示，今后台湾是国家政府甲产业界的共同立场。民众党张启凯追问，传出2奈米、1.6奈米这个先进制程，原来会刷去美国，可能互台积电变美积电。经济部长郭志辉赶紧回回。委员，我保证，你保证哈，明年对啊，当然就是这个样子。2奈米跟1.6奈米的，不会到美国生产。郭志辉呼应相关的风声，讲美国第一厂敢若4奈米制程，第二厂今年嘛早拄要开始生产。倒英台强调，一定会互台湾保持伫国际产业链的关键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日发布有19架中国军机出海，其中11架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到咱的西南空域。另外有5架中国军舰、3架公务船扰乱台海，加上中共东部战区最近进行实弹操演，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分析讲，这解放军目前也无两车作战的反台能力，也认为这美国未放弃印太地区，代表有共同利益，以持这台海和平稳定。另外，宾通的救兵地家在今仔日有举行这试射任务，有风声是 M60A3 战车配合着新型火炮，提升打击战力。小米内底用台战车，看澎湖传出是服役30年的 M60A3 战车，当日进行性能提升，测试传出搭载新型火炮，伫屏东救兵基地进行试射，陆军开8亿3600万预算，研制加农炮管，要提升 M60A3 战车打击能力。另外，去年到台湾的 M1A2T 战车目前投入换装训练，关美府今年的汉光演习一定下半年成军，国军尽力备战，因应台海情势紧张。负责对台主战的强军东部战区最近大动作，发布舰队实战化训练影片，强军租用舰、宜兴舰等舰队演练对海突击、舰炮射击，强化海上联合作战，相关区域局势紧张。现代海战是体系的对抗，必须强化连队意识，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另外，国防部测试发布查到19台强机出现伫台海，其中11台飞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咱西南空域。另外5只强舰、3只公务船绕台，面对中共加速油混转战，也加演练机制外边介入，互外界烦恼强军是不是已经有反台能力啊？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他的能力现在已经具备这样子的两栖作战能力。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回应台积电议题时阵指出，中国侵台，美国原来会受冲击。郭立雄讲，台湾伫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美国未放弃印太，所以台美有共同核心价值，会当共同主动防止发生战争。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和平稳定。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既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我们愿意采取一个贺主的方法。郭立雄讲，用实力找和平，才当得到真正的和平。嘛宣布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电脑兵推延到14天，士兵演练嘛加一倍到10天，各纳入无确定界线的应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护照，伫真侪国家拢是免签证的。就这犯罪集团替11位游民办护照代保证，带因去到中国旅游，结束了后呢，用1本5000块价买。
国在遮的护照大包证未到中国人口反压协，检方今仔日依照护照条例顶罪嫌，甲这13个人起诉。移民官上门发现大量的批，拆开一看，拢是护照大包证。嫌犯讲到七家全铺，并讲是做正经的生意，也毋过执法单位调查，伊一边替客户合法办护照，搁一边找人头进行收购买卖。黄贤等人收购护照后，再将护照以高价贩售给人蛇集团，有偷渡客欲持用这些护照偷渡前往英国。伫台湾的不法组织曾经有名下手，用钱甲城伫台北车站绑架公园，找到11人交易，先带指定人去买衫仔出去佚佗，旅程结束了后，一本5000块来收买，将护照骗到手，转卖给中国金社集团。没有护照，都是办人头了。去开户口，然后给别人用。护照的好像很少啊。用了1年里面的1次2次。高级兑换人士倒卖咱国护照专案经过检方侦办测试终结，以护照条例顶罪嫌起诉13个人，其中收买护照的嫌犯，检方更加建请法院重当量刑。咱国护照好模样，毋是头一摆啊，目前乌市介绍，一本超过300万台票，安尼互小商沦为头头工具，都是看准这项优势。台湾的护照在国际上面是相当好用，你看我们的国家摊出来后，免签的国家将近100个，到世界是畅行无阻。根据亨利护照指数，今年上强护照排名，中华民国护照以141地免签，伫全球227个国家甲地区是第33名，胜过中国护照的60名。虽然免签国家侪，也毋过模样问题缀咧来。德林检方也讲，对台湾的国际形象甲旅行文件信用，会是一大冲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假期大埔发生地震已经过1个多月啊，即马有关有灾民的有厝是无都登记大。台南市政府即马有打造20尺的货柜厝，逐个月是租金2000块，通依照这灾民的需求，会当设伫咧徛街附近甲田边。市政府也表示讲，透过这多元的安置方式，要互灾民的生活赶紧稳定落来。一套早货车就咧吊遮蓝色的货柜厝，准备要互部分的受灾户先住入去。这是台南市政府即阵当咧设的货柜厝安置计划，要互南西红黄单的受灾户享受一个大的所在，减轻因的生活困扰，渡过难关。原本伫庙口4、5户的灾民，这段时间拢是大布棚咧过日，初时透早就有人先甲布棚拆落来，欢喜的讲总算有较安定的所在通住。即摆算厝有歹去啊，即摆还未整理，还未修理啦。我拢住来暂时，即摆像昨嘛阁有地动人，啊，即摆会惊啊。所以阮即摆暂时正，即摆福贵，阮就搬来到福贵大一站啊，就等厝修理好，正迄落正等下厝安尼啦。这个计划即阵当咧开放申请，市府要打造20尺的货柜厝，受灾户若要申请，除了家己爱先找适合的所在，嘛会使依照需求，设伫原本的徛街附近、田边等所在，公所讲后续会校正会勘，确定货车敢有法度载去。另外，货柜厝租金每个月爱纳2000块，若用电问题，公所嘛进一步甲台电协调，确保灾民的生活无受影响。红黄单户啦，而且伊无申请租金的补贴，简单讲就是讲伊无伫外口租厝。受灾户会让来申请这个货柜屋。中央的租屋补贴上是没有的，所以市府在黄伟哲市长的推动之下，来拟定的计划由市府来协助。那么我们的受灾户只要每个月付2000块就可以。那么承租1年的时间。目前市府并说灾后复原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已经受理4235件，完成4222件。除了货柜厝的安置，南水分署宿舍嘛有提供申请。拢总34栋，已经有22户住入去啊。有原有空间通申请，市府表示希望透过多元的安置方案，让灾民生活赶紧恢复正常。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后园园区，有一件是这高美馆开幕时阵呢，邀请德国艺术家来到台湾创作的一个展览品，已经展示30年啊。不过最近工作人员才发现讲，这顶头的钢板互人摕石头乱入。高美馆今下晡也已经甲警方备案，好民众大家做伙来守护艺术品。展品更帮互人用石头画不明的图，另外一件互人写名。这件由德国艺术家沃夫斯佩曼30年前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邀请来台创作的作品，2月中馆内工作人员发现去互人破坏。
让这大家艺术品啊，不可以的。那边有那10块我捡的那个，就是它上面，他小朋友就在上面乱磕啦，这样啦。看过是？对啦，常常嘛看过。那看到破坏行为的民众认为，国美馆应该爱写禁止告示。看已经徛伫园区30年的作品，互人破坏，国美馆嘛赶紧找专家小心程度克分，不过也是小可当看到破坏痕迹。耐候钢，然后透过时间的这个流失，然后湿度跟温度去造成的这个生锈的效果。那我们说的困难点在于，它这个生锈的效果要长回来必须时间，它并不是我们立即可以让它恢复。高雄一寡公共场所拢有户外展品，大部分是会使网加互动，啊毋过毋若国美馆，博日进前嘛发生破坏事件，有民众徛伫装置艺术的椅仔甲铺顶翕相，甲椅仔徛歹去。这些艺术品需要靠大家的一起维护，东西才能够使用的更长久。会使吸力无代表会使随便破坏。国美馆初时下晡已经甲警方报案 ，AI 伫园区使用规范特别标示，若是有抓到现行犯会报警，搁提告求偿，嘛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共同守护珍贵的艺术品。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看高雄这半个月内就发生2站粪扫车倒火烧青烟的意外。这三是伫咧三明区，有民众看到这粪扫车后斗伫咧青烟，就赶紧通报消防队，伊也斗相共拍火。环保局表示讲，人含车是拢无代志，怀疑是民众等这锂电池才会造成火灾。也呼吁民众讲，这款有危险性的物件千万唔通黑白等。通开粪扫刷甲规世界，阵阵的乌烟一直冲出来。初三早起，高雄市一台载资源回收的粪扫车来到九如3路这个路口的时阵，后斗开始冲烟。民众看到是赶紧甲司机砸落来通报消防队，佮走去附近的风炉里就拍火去。司机也赶紧将粪扫倒出来，好佳在有众人合作，即时将火势控制落来，人甲车拢平安。回收有一款人人粪扫车底回收塑胶路甲纸啊。啊！你看到的时阵已经是啥物状况啊？刚当着那粪扫安尼，来开始出烟啦。啊，敢有人进来去拍火啊？是啥？有啊，伊用灭火器啊。消防人员到场时，环保车已将车内垃圾倒出于马路上，以自行扑灭。消防车出水协助降温。现场无人受伤受困。环保局表示，这场火烧意外可能是锂电池造成的，这已经是半个月来的第2件火烧车意外。2月16日迄天，是粪扫车要去焚化枪倒粪扫的时，后斗熊熊呛烟，清洁队员拍火了后，发现是金纸也被烧完所造成。环保局拜托大家一定要将粪扫分类做好，尤其是有危险性的锂电池、金纸等等5大类粪扫。呼吁5大类地雷物务必妥善分类回收，切勿随意丢入垃圾车，违者将依废清法12条规定，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因为刷落来阁是清明祭祖，环保局也呼吁拜用的金纸、金符一定要用水甲火压化，再用茶啊装起来等粪扫车，避免类似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南投市地乡长刘克鹏去phòng检机讲，因家族啊经营的饭店，这事业废弃物呢，拢变互清洁队。照理来讲，这饭店的本数是爱透过合法的厂商去甲因处理的。检方也约谈乡长因翁仔某，先后2个人拢交保。南投县市地乡长刘克鹏，互人指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也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等的罪嫌。南投检方证实，已经约谈刘克鹏翁仔某2个人，伫讯后分别以15万甲10万块交保。经侦讯相关被告后，已分别预支交保新台币15万元不等之金额，后续仍将调查厘清案情。刘克鹏被指控涉嫌利用乡长的职权，派人将家族经营的2间饭店所产生的粪扫，再去到市地乡公所清洁队的所在放。不过，依照废清法规定，饭店所产生的粪扫属于事业废弃物，得要家己找合法的清运公司来处理。因为刘克鹏是出面来画冤枉，认为废清法对事业废弃物的规定无明确。我们清洁队一直长期来服务着乡亲哦。另外，县政府也有明文规定哦，不得拒收拒载，在清运过程当中，皆要服务好我们的乡亲哦。在垃圾分类上务必要做好，让我们在清运过程当中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以及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这个违规。
陆启鹏表示，日月潭周边是自商混合区，真歹界定本所敢是事业废弃物，嘛无规定袂当看区段，所以才会要求顺路将水里的本所再登去稀池清洁队。不过南投县环保局表示，事业废弃物也是要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清运处理。所以原则上，只要是沿街收运的部分，现在依规定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很明显是饭店到了，他穿着制服，针对这个明显是穿制服或者明显从穿制服从餐厅出来的垃圾，原则上清洁队员就应该要了解，然后如果是失业就应该要拒收。环保局表示，除了要求清洁队应该爱对大量或者是特定机构来源的本所加强把关，若是有需要处理的事业废弃物，嘛应该爱找合法的清运业者，也是由环保局以专案申请同意，而且收钱了后才会当合法来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国方面呢，伫青山已经证实讲，川有下令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甲泽伦斯基的施压力头是搁再加强。几乎有一间民调公司公布调查，讲46%的乌克兰人是相信讲，若准无美国的援助，也会当继续来捍卫家己的国土。也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按算伫咧初六举行布鲁塞尔特别高峰会，会宣布扩军计划，要让这乌克兰变强。任何侵略者拢是吞袂落去。泽伦斯基和川普伫北京的会面，以冤家来结束了后，泽伦斯基和乌克兰的国会一直重申讲，真毋望会当有和平和安全保障。乌克兰国会初三特别用英文来发表一份要互川普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声明，强调讲川普的维和行动对战争的结束是有够重要。川普本人、副总统范斯和众议院的议长强生是继续伫媒体头前大骂泽伦斯基。Well, I just think he should be more appreciative because this country has stuck with them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e've given them much more than Europe. If you want real security guarantees, if you want to actually ensure that Vladimir Putin does not invade Ukraine again, the very best security guarantee is to give Americans economic upside in the future of Ukraine. 北京韩国甲大厦有几个消息管道，初三证实讲，川普已经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暂停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北京的官员讲，川普关注的是和平，嘛需要合作的伙伴对这个目标做出行动。伊会暂停而且检视所有的援助，确保讲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另外，受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到底偌久，今麦也无进一步的详细内容。根据几乎一间民调公司初二公布的调查，讲有46%乌克兰人相信，若无美国的援助，嘛会当继续捍卫家己的国土。认为讲无法度的有36%。另外，这几天对美国的看法变歹的有7成这么多，无变的有17%，变好的有5%。另外，57%的受访者表示讲，因支持泽伦斯基的作为，若无支持的是有30%。伫另外一方面，主持伦敦乌克兰紧急峰会结束了后，美国首相施凯尔初三先是和国防大臣伫首相府和国防产业界的人士会面，伊重新增加国防预算和扩大本土国防产业的决心。接落来，伊阁伫国会发表演说，强调讲爱对安全、技术、贸易、投资来看，拢必须要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伊永远袂伫大西洋两岸之间选徛对一边，佮讲和平是第一选择，但是必要的时阵，伊愿意做出重大决策，和盟邦做伙派陆军和空军来支援乌克兰。Britain will play a leading role, with, if necessary, and together with others, boots on the ground and planes in the air.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预告讲，会伫初六举行的布鲁塞尔特别高峰会，宣布扩军计划，要互乌克兰转变做更替河堤，任何想要甲加落去的侵略者，拢会吞灭落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德国西部有一个都市，昨又搁在这有轿车乌被冲弄死2个人的这意外，警方表示讲，这个嫌犯有精神疾病，弄死人了后，搁再开枪自尽，急救了后，目前是伤势稳定。另外，伫咧西班牙的巴塞隆纳有2台巴士相撞，超过50个人受伤，其中4个是重伤。然后这车祸地点离目前正咧举办世界行动通信大会不远。画面上都是一般的街仔路，但是听到真吵的声，坐落来就看到一台车加速冲过去，这嘣一声真大声，互大家拢着起惊。这个汽车弄一堆人的事件是造成死伤。警方讲嫌犯是一个差不多40岁的查某人，是一个人犯案，已经排除对公众有进一步的危害。
dass es sich um eine politisch motivierte Tat handelt. Wir haben viel mehr konkrete Anhaltspunkte auf eine psychische Erkrankung des Täters. Deswegen konzentrieren sich die Ermittlungen insoweit。因为嫌犯捌第2018年底面册大文，红判极右派的冤仇冤婚言论罪。不过这摆赛车去弄一堆人，初判和面册大文的这个案无关系，但伊嘛因为赛车共同的这个案件，互指控2项的谋杀罪。 Aber darüber hinaus haben wir keinerlei Anhaltspunkte außer diesem Kommentar und wir können es nicht einordnen, ob das eine Gesinnung ist, die dahinter steht, oder ob das, sage ich eher, aus Dummheit。伫西班牙巴塞隆纳一条主要车道是发生巴士烧动，东风玻璃是碎甲规涂骹，其中一台车的车头变形甲较严重。 We wanted to go out, but something happened from behind, crashed us, and we all was fall out. 这个事故的地点是发生伫市区，车有够侪交通要道。迄当中一台载一阵意大利学生的巴士，和一台载德国邮轮乘客的巴士，规个启动着，造成几十个人受伤，其中有个人伤势真严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一寡受伤的人是过路人，是伫车弄着路边的墙仔和顶的时阵嘛，轰弄着。因为世界行动 通信大会主办场就伫咧附近，这个车祸引起当局正大的重视，嘛已经开始调查。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 有华人的网友讲，这位老师是因在地传奇人物，甚至有学生叫这位老师叫做叶爸，也就是华人的退休老师叶春莲。伊真正是伫咧国民党办活动的时阵去到现场批评立委鲍昆萁，嘛以高级强匪，就要去互赶离开现场。鲍昆萁本底是讲，这叶老师是民进党派来乱的，不过在今仔日态度出来大改变，出面回实的。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初二伫咧华冈山体育馆举行中秋节和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活动。迄当阵立委鲍昆萁伫台顶致辞的时阵，是向予一个退休的老师叶春莲呛讲伊同匪。鲍昆萁是随要求别人甲带走，结果这个老师互国手国杀赶出去。鲍昆萁是指控讲，这个人拢是替民进党在攻击。作委员，只要听到不同于他的意见的人的发言，他都一律贴侧翼。 叶春莲老师今年已经要80岁啊，伊退休了后，同款是咧学校做志工。2015年就捌因为抢救老树仔做过新闻的主角，但迄当阵记者采访的相片，说互国民党花莲县党部无成通知，就提去做政治攻防的工具，引起争议。那张相片是没有经过当事同意的。东升除了在此郑重道歉之外，如果有相关的法律责任问题，东升也会一并承受。 鲍昆萁本人初时是伫县党部开记者会，规个态度转变，向叶春莲老师来回实的。一切到傅昆萁为止，傅昆萁概括承受，也对叶老师感到的这些纷扰，我们在这里向叶老师表示诚挚的歉意。鲍昆萁强调，对退休老师的尊敬不是一时的，要求民进党莫利用老师来替因攻击，搁来推动恢复教师节来放假。对于回实的方式，地方的看法嘛无同。本来对一个老师来讲的话，本来就是粗暴啦。 你对一个老伙仔嘛袂使咧，对啊。像我说恁老伙仔来叫人阿条，你会安怎想？对这个回事咧，叶春莲老师是规工拢真低调，无出面。学校是有师生家己做看帮，徛伫学校的门口要听老师。伫新闻做了进前，叶老师是透过亲人回应讲，目前嘛是未原谅鲍昆萁。记者综合报道。 来继续来关心国内这罢免案的进度。中选会表示，讲到初3为止呢，有32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会当进入到第2阶段联署。因为目前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拢需要再补件，这赵少康就爱这见到哪来声援，也呼吁国民党爱赶紧出手，那也积极这中选会公平性。 面对全台大罢免潮，中选会讲到初3为止，拢总是32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会当入来到第2阶段的联署，12件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是无够件数，必须要补件。互那也质疑讲是故意的操作，对这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是严正驳清。我们地方的选务人员在查对的工作上，都是秉持着依法来行政，而且严守中立的立场。
联署书啊，它呈现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按照规定来做查对的工作。进前大骂国民党罢免的战略真歹的中共前董事长赵少康，是亲身找战斗拿到网家国公市场，替罢免台北市双五立委的团队。对这，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讲，会做好准备，无人在讲的零处理。民进党哪是只靠人民团体？人民团体哪有这个力量？人民哪有这样的资源？人民团体哪有这样的这个金钱？不可能了。国民党这年轻人充满了这个热情跟斗志嘛，哈。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们。台北市在政治的结构上相对是蓝大于绿，所以国民党依据他们的政治优势，择定了在台北市对于双吴思瑶、吴沛忆要来进行恶霸跟乱霸。但我们相信正能量会力挺优质的立委。大罢免特别入来到关键的第2阶段联署 ，NGO 组织嘛开始串联响应，除了声援伫上前线的罢免团体，嘛呼吁法务部、警政署、中选会和相关单位，应该比照选举时期，针对违反选罢法的相关用台行为来做查查。国民党和国民党的这些执政县市，他们已经开始耍很多小手段。如果你们继续恐吓这些团体，跟恐吓这些个人，只会激起更大的愤怒。来降党，谁来提名，很有信心。反对罢免我的倒数几乎达到70-80%。所以并不会担心这样。我一点都不会担心。目前国民党立委通过第1阶段罢免的，敢若剩陈超明、柯定军和林派雄，还未公布审核的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呢，这大法官被提名人全部拢予立法院否决，总统府搁在准备要进行提名，也接受公开推荐。属法院推荐推动国民法官制度的最高法院法官所属定死的人。另外，法务部也推荐办白过淡水边国务机要费已经退休的检察官陈水仁，也拿这检察官协会也推荐相关的人选。前检察官陈水仁，几年前经办淡水边的国务机要会，甲前总统淡水边的夫人吴淑珍起诉。虽然已经退休，不过法务部甲推荐伊做大法官。谢谢啦，因为现在总统还没有提名哦，我现在不方便发表什么话了。得到法务部的推荐，陈水仁敢若讲感谢，其他是无加讲。换到检察官协会推荐的大法官名单。这位嘛受到大家关注。至少政治部门要有共识的情况之下，去宣告死刑，禁止死刑，才有这样的正当性。在死刑释宪案捌代表官方辩论，伊是高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丽莹，对宪法法定的判决，要求判死刑都要经过一致决，嘛捌质疑有争议。除了检察体系提出人选，司法院嘛有推荐的人，4个法官伫名单内底。一方面感到荣幸啦，另外一方面感到惶恐。因为这只是最高行政法院或是司法院的推荐，那最终还是由赖总统来做最后的提名嘛。包括最高行政法院张国芬、最高法院魏大良、甲所属5等等的法官，拢去予司法院推荐。其中所属5是国民法官制度幕后推动的人。总的来讲，这些15届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原则上都是认真的，但是在历届的大法官里面，比较有进步思想的应该是学者出身比较多，反而是在15届的偏向保守，但也不一定啦。头一批大法官被提名人，去年伫立法院全部拢去用否决。7个大法官的缺已经3个月，到大陆也未保护照。这一届各界各再提人选，什么人会当互提名，就等总统府的相关审证小组来公布。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方面接近对今暗时开始呢，天气变较无稳定，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家己以北、花莲也有宜兰山区也有偏湖呢，有机会会落大雨。啊，若讲到这拜日透早，旺盛的对流伫台北一寡所在是有路边角。下地炮好扯，为什么？在地主间阳台看天顶竟然路边角，实际居民捡边角来耍，搁翕这难得的一刻。大颗头！拜日透早，春雷伴随细那大雨中，台北县南港、新北市指定地区因为抛扫通过，半暝路边角，讲到路边角虫仔的声音，互民众惊一大跳。
比较有可能会发生冰雹的状况，就是剧烈对流产生的区域。那所以像是夏季比较明显的午后热对流，那像是冬季、春季这段春跟秋天这种大气环境冷暖交接的这段期间呢，也是有可能出现这种剧烈的降雨。气象署提醒，拜三透早，锋面同归甲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温度继续降，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平湖、金门、马祖拢爱减风，在沿时强降雨。拜四起，中部以北甲宜华地区气温会降到10几度。适当会感受到就寒天。连日来受到落雨影响的金门机场，有万有滞留旅客，拜日早起等待飞转来台北的候补人数捌来到2000人。今天第2天而已，多等了2天这样子。那现在排几号？599。你觉得有机会吗？今天一定要靠加班机啊！尽量以后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少走金门就好了。民航局表示，有要加速疏运滞留旅客，已经协调航空公司加开8架次加班机，另外有2架次放大机型，国防部也启动军机支援疏运。18摆有计会当载700人转去，也毋过实际会当飞1架次，犹原爱看天气状况来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最近天气变化，那么寒，那么大，这变化真正多，提醒来观众朋友千万唔通慢皮。咱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疾管署表示讲，这流感的疫情虽然有伫咧降，不过也未脱离这流行期，社区的流感病毒也是有4价传风险。如果上紧爱到3月中才会脱离到这流行期。另外，行政院进前有加买公费流感疫苗，也佫存1万筒，如果这礼拜就注了了啊。炎咪寒，炎咪热，这几天气温变化大，加上前一阵啊228连假，疾管署强调，流感疫情虽然有小可缓和，不过也是咧流行期。顶礼拜因为流感去看医生的有115000多人次，其中重症有64个，13个死亡，有69%的死亡个案拢无注意放射。疾管署提醒民众，社区流感病毒要咧传，爱要意。健保急门诊就诊人次有11万50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较起来下降的一个17%，但是呢，仍然是我们5年来同期的一个最高。那目前我国流感的一个疫情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但是呢，仍然还在流行期。那我们预估呢，在3月的中旬下旬呢，会脱离流行期。因为行政院进前紧急加买10万筒公费流感疫苗，疾管署表示，目前存1万筒左右，估计这礼拜就会注了了。另外，针对走北疫情，疾管署指出，虽然病例有咧降低，但是顶礼拜挂门急诊也是有27万多人次，是最近5年降期上济。疾管署提醒民众，为了防范落楼病毒，就要注意接洗手，各有食品安全。腹泻的群聚通报的部分呢，上周大概是通报55起的群聚事件，较前一周是有略微下降的一个情形。那是目前呢，腹泻群聚检出还是以诺罗病毒为多，那发生的地方都是以餐饮、旅宿业为多。另外，病院伫过年了，因为连续假期等等原因，地区急诊人拢太甜，造成急诊等待时间变长，医护人员负担伤过重。卫福部表示，流感走北疫情当咧转好，也发现病院急诊人数平均1礼拜病日下降10%，估计病例会大大减少。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有真侪时代嫌囡仔想过瘦无够大块，讲食较大块寡，当大人的时阵，照这个本钱来抽悬。事实上不一定是安尼哦。医生有讲到，讲这囡仔人若从细汉时啊大块，大人变大块的几率有关是真悬的。讲到今仔日是3月初4的世界大块日，预估2035年全世界大块人口数会增加到19亿人，相关的疾病费用恐惊会超过4兆美金。这几年，咱台湾的囡仔伤过大块的比率也增加的趋势。就医生提醒家长讲，这3岁到6岁囡仔，就要好好培养因食食的习惯。常常听人咧讲，囡仔大块以后就会抽悬，敢有影？根据国健署的调查，各中小的学生大块的比率有年年增加的趋势。3月初4是世界大块日，台湾有医学会表示，根据学术的研究，细汉时大块的囡仔，唔但有可能会提早发育，佮不一定会抽甲偌悬。小时候胖，未来大部分是胖的，大概有8-9成以上是胖的。那第二个部分会不会并发一些疾病？成人的部分，它会跟国健署有10大死因，它有跟8种。有相关，它有跟200多种疾病是有相关。那儿童肥胖会不会造成问题？也会。第一个，它会造成成人之后他这些慢性病的增加。
根据国际预估，2035年全球大考的人口数会增加到19亿人，治疗甲大考相关的疾病费用恐惊超过4兆美金。学会强调，伫咧医学上，大考是一种慢性病，大考的定义是脂肪伤济造成身体的危害，所以学会呼吁减肥，毋是干那甲体重减去尔，是爱去减少脂肪的比率。另外，儿童胃肠科的医生嘛提醒家长，3岁至6岁的囡仔是培养食食习惯的黄金阶段，应当避免囡仔食伤济含糖量高的物件。这些精致的糖哦，不要超过整天总热量的10%啊，哦。所以，如果一个体重需要2000大卡的成人来讲的话，可能大概就50公克的精致的糖。其实这个也不是太多哦，你可能喝一杯大杯的珍珠奶茶，如果是全糖的话，可能就超过了哦。看他的生活形态，然后看他运动的一个活动量怎么样。那这些的话，可能其实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不同的小朋友啊，他可能有不同的建议出来。医生表示，虽然多数的情形来讲，大考的时身体未有明显的无爽快，不过脂肪的累积会大大增加各种慢性病含癌症的风险，嘛有可能影响囡仔的心理健康甲社交。医生嘛呼吁家长，若是发现囡仔体重超过标准，应当量早找医生提供建议甲协助。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会当在地安养、在地老化是真侪老大人的心愿。来看民雄，民雄是嘉义县人口上介侪乡镇，其中这滨河村呢一直拢无医疗单位来加设中照服务，所以社区发展协会结合乡公所成立中照据点，互在地时段呢会当透过着这社区共生的方式，唔但会当照顾家己，也会当照顾别人。拍法咯，咱即马先2手拢落哦，嘣嘣。看到老师伫台顶来指导，下骹长辈大家拢紧紧看、认真学。嘉义县民雄的滨河社区，逐礼拜2甲拜4拢有长照的课程。这是社区发展协会家己成立的长照据点。协会总干事讲，因为乡公所的协助，才有法度完成据点的成立。这个师资的部分，它是由公所这边推荐优良的一些老师，也提供了我们社区的一些类似计划的填写，还有申请的一些的经费的问题，所以讲，伫遮嘛真感谢咱民雄公所。滨河村长表示，由医疗单位成立的长照据点，拢伫附近人口较侪的庄头，因这是民雄乡人口较少的所在，庄内嘛拢是老大人，要去到别庄实在是无方便。协会成立这个据点，提供村民一个当互相照顾的所在。感觉非常快乐啊，心情好啊，身体健康，老师带动做运动啊，很好啊。大家算讲较有共识哦，会有人遮会烧酒，不烧酒来安尼。民雄乡公所的统计指出，乡内长照据点一个月大约服务12000人次。滨河社区的据点成立了后，庄内28个庄头全面布建长照据点。公所表示，社区家己成立长照据点，用社区共生的方式，互庄内长辈在地老化，嘛会当有较好的照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发会针对南投中兴新村光华里做宿舍二期活化工程，不过民众发现讲有真侪老树拢去互错掉，错甲剩一个树头尔。这中兴新村全区呢拢是文化景观，安尼生乱错可能是有这违法的记录。国发会表示讲，因为这树啊有的是旧气，有的是会去损害到这个建筑物，而且这树啊呢拢唔是顶过树种，因为要求厂商就要通报，但是无通报到县政府部分呢，就要看县政府敢要甲因处罚无。加入中兴新村的宿舍区纪录片导演单独人真痛心，因为几多丛老树唔是互人错掉，都是敢若剩树头。种棵树最少要10年、20年，那盖这个房子太简单了，只要半年就盖好了。那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这些绿色植栽很重要啊。单独人是县政府第2代，最近伊发现光华里的宿舍区未少墙啊、甲墙啊顶几多10丛老树，互人规丛错掉，敢若剩树头。这个国发会乌白乱错。往下扎，所以他才会把这个水泥墙，把它那个花台都弄断裂。国发会本来是讲是厂商过头修剪，啊，不过现勘了后，佫解释是因为有一寡老树少甲空心去，也是压迫建筑结构，是由厂商家己评估了后错掉。国发会讲，中兴新村包括树啊，虽然拢伫文化资产的保护范围，啊，不过即个移除的树啊范围拢伫定院内，毋是县政府公告的珍贵树种。只不过国发会嘛承认移除的流程有检讨的空间。整个工区是没有南投县政府公告
公告认定的珍贵树木、重要树木或30年以上的树木，即便影响重要的结构体，我们在伐除之前，也要请厂商先报我们来同意之后才来伐除。目前，伫中兴新村公花里当地进行宿舍日期活化工程，这间臭树仔引起争议。国合会后续要要求厂商对树仔的处理爱就是停步。就是针对中兴新村文化景观的那个保存维护计划，那里面的一个保存原则，珍贵树种那或者是它树龄是在30年以上。它是不得任意移植或砍伐。南投县政府文化局表示，国合会有提报宿舍维护计划，不过臭树仔并无通报。除了要求落实相关流程，嘛甲农业处研究是毋是爱进行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逐项物件拢伫咧起价，不过最近这菜色价销确实有较降哦，特别是高丽菜，目前是当咧大出，遮侪农民是种无够工钱了，规期拢无买收啊。即讲这高丽菜伫产地家己去炒一粒20块，因为这旧年呢风台严重，霜冻真侪这金蕉长，所以目前这金蕉的产量有较少寡，价销也贵2倍寡。若讲到这金蕉价销若准备稳定，农粮署是讲可能要等到5-6月啊。菜单高丽菜贴甲满满是，因为天气冷，最近高丽菜大出，高丽菜价销也变甲真俗。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公布的价格，1公斤平均是6.3块。因为高丽菜算是菜王，所以伊价销落落，也会带动小菜类的价销对立落。农粮署也表示，为着要稳定产销，已经启动加工，要甲1548吨的高丽菜外销到国外。咱常常咧讲，一款物件啦，有较济时阵，咱就会当启动叫做3期检啦。第一页就是当做外销，差不多这个3月中旬过了，又3月下旬遮，迄个高丽菜供应的量会较少啊，所以讲吼，迄个价销会较浮起来，就会较悬一点嘛啦。高丽菜价销大落，当然旧年同期一粒梨山高丽菜称起来爱300-400块，即马一粒干那60块就买得到。民众欢喜买菜，不过看到水果的价销可能买袂落去。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资料显示，金蕉1公斤平均价格大约108块左右，甲去年同期1公斤大约40块比起来是差68块。水果大头家娘讲，顶个看到金蕉遐贵，已经是7-8年前的代志啊。从我开始这样子在做的话，我还没有遇到，今年遇到。对，我知道说7-8年前有一次了。对啊。差不多偌济？差很多。大概差偌济？以前啊。我们如果这个时间的话卖，冬天本来就比较贵，那这个时间卖的话，如果有时候卖的话，都差不多40几块。农粮署解说讲，去年因为金蕉的产地受风台严重霜冻，中心种植上无爱8个月，预估到今年5-6月产量增加以后，价销就会较低。农粮署也表示，为着减少农产价销受到天灾影响，未来除了会帮助农民加强建立防台的措施，也会伫大卖场设并价专区，用合理的价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讲到这阵仔呢，本地是彰化新港这蒜头的采收期，说因为去年风台影响，加上年初的低温，这蒜头是袂负大，采收期慢要半个月。有的蒜头是变加伤细粒，这市场销路真歹，农民敢若会当送去做加工，补贴挂工钱。农民买开田土，原本应该会当采收的蒜头，有的说拢无够熟。彰化新港的蒜头一般拢是2月底3月初开始采收，但是受到去年底风台影响，加上顶一阵仔天气凉冷，互蒜头袂负大，就爱搁等半个月，蒜头才会当烤。受到迄风台甲大水的影响吼，生长会较慢啦，生产量嘛较少。为规区拢无人起啊，无就是迄个细仔机啊。农民表示，新港出产的红蒜头气味咸够香，真侪在门路的人客早早就注文啊。但是因为去年底风台落雨，蒜头浸着水，毋但产量减少2-3成，有的蒜头上细粒半头歹，农民只好送合作社加工做蒜仁。同款的蒜头，毋过伊气味嘛是好啊，伊种差伊的细粒。大细人客较袂接受，用了加工费安尼。蒜头大概依照往年是大概25公顷到30公顷之间了。那因为受去年台风的影响，本来申报受灾的大概有14公顷的农民，收成的状况大概会减产大概2到3成左右。
今年的蒜头因为产量减少，有小可起价，目前产地计售一袋斤大约70至90块。嘛因为蒜头量少计售好，就惊有贼头起歹心，偷扣蒜头，在地警察局嘛来加强残酷的巡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手语是咱国家语言之一啦，为着要互更较侪民众做伙来学手语，新竹市特别举办手语基础体验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建立甲听众朋友无沟通障碍环境。很简单，一个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动物呢？我看大家有没有跟我想的一样？大家会变成什么？好，来，请大声的告诉我，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动物？蝸牛，还有呢？兔子。手语老师教大家用手比出简单的动物，大凯的囡仔欢喜对咧学。根据卫福部统计资料，台湾到2019年底，总共有12万个听力障碍者，其中有2万人到3万人使用手语。手语对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方式。手语伫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也是国家语言的一种，所以有家长专工带囡仔来学手语体验课程。就是我们本身是讲客语的，然后他其实客语还不错，就是还可以，应该说还可以。对，然后想说他在低年级的时候，让他先试试看手语这样。想要就是学一些用手语，更多台湾手语的运用。然后不同的沟通方式，主要想要跟小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认识手语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正式的语言，不是像大家讲的，就是我随便比一比，然后就可以看得懂，并不是，然后也不是聋人专属的语言，可能是聋人的母语，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当年曾经推广手语，本身也是听障者的陈志英老师。除了早家己设计手语绘本，甲大家分享以外，对目前台湾手语教育环境提出伊的看法甲建议。我觉得还有待加强，需要更多的推广。你会发现，全台各地的县市政府需要再多宣传，多宣传很多台语、客语的东西。可是针对手语的部分，就比较少推广的活动。手语老师希望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所有的语言拢会当平等，拢需要互相尊重甲学习，共同建立一个友善无障碍的沟通环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5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9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